嗱，話啲 BB 舐佢同嚼佢都係冇問題嘅喎。喺我面前嘅呢部係零跑 C10，首先睇下個樣啦，好典型嘅零跑 SUV 風格。比細一個級別嘅 B10咧，呢架車啲線條就更加之舒展，冇咩出位嘅設計嘅。當然啦，對於呢類家庭為重嘅車，比起出位唔好出錯先係最緊要噶嘛。睇下個內籠啦，兩塊大 mon 主導晒成個車廂，搞咩都要通過中間嘅呢一塊。成個中控台咧係0個撳掣嘅，同嗰一部分嘅電車一樣啦，包括調節風口嘅風向啦，都要用呢塊 mon 嚟進行嘅。至於啲配置啦，智能駕駛輔助系統啦，有簾嘅大天幕啦，無線叉電啦 ，V2L 通風加熱嘅前排凳啦，仲有張凳咧係嬰兒級嘅環保材料嚟噶。嗱，話啲 BB 舐佢同嚼佢都係冇問題嘅喎。睇下啲空間咯，一目了然。好闊落，對於我自己嚟講咧，後排張凳咧就係坐得稍稍有啲低，而且個坐墊咧就有啲平，同好多國產車一樣啦。前排兩張凳咧係可以瞓平，連起身變成張大床嘅。嗱，尾箱有435列，全車儲物空間咧都幾多噶，甚至有埋個前備箱，淺係淺啲噶啦，聊勝於無啊嘛。講埋啲動力啦，後驅單摩打217匹，320牛頓米，接近70度電嘅 LFP 電池，快充30分鐘可以叉到80，WLTP 行420公里，表現就真係中規中矩嘅啫。底盤就係前麥花臣厚多連桿，比較特別嘅咧係呢架車個底盤係瑪莎拉蒂有份調嘅喎，好大原因咧係因為零跑同 Stellantis 集團嘅嗰陣關係啦。嗱，至於有冇用就留翻大家自己去試試啦。綜合嚟睇 ，C10 係一架好典型嘅零跑產品，所有嘢都比較均衡，靈活多變嘅大空間絕對係佢嘅殺手鐧，對於家庭客可以講係特別有吸引力啦。咁今日條片到呢度就差唔多啦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翻我哋 Bitauto，下次再見。